鬼董卷1故事5，韋志東擊怪與守丹爐。有一位叫韋志東嘅壯士，份人極之講義氣，而且膽識過人。有一日，佢去咗太白山遊玩，住係一個叫段公嘅大戶人家屋企。段公一向都知道韋志東好打得。有一日，兩個人一齊望向深山谷底，見到一條生晒草嘅小路，隱約仲見到啲舊腳印。韋志東就問：呢條路通去邊度啦？段公嘆咗口氣，話以前山頂有間好宏偉嘅佛殿，係唐朝開元年間嘅高僧起嘅，傳聞係驅使鬼神去搬石運木，根本唔係人力可以做到。但係前2年聽啲斬柴佬講，入面嘅和尚全部俾怪物食晒，而家嗰度已經荒廢咗好耐。聽講有2隻好兇猛嘅妖魔霸住咗，邊有人敢上去啊？韋志東一聽火都嚟埋，佢話：我一世人最憎啲欺壓弱小嘅嘢，區怪物竟然敢食人，我今日一定要上山攞佢哋對手級落嚟。段公勸都勸唔住，韋志東已經攞住把劍，一邊拉緊件衫，頭也不回咁衝咗上山。佢攀過懸崖，穿過叢林，終於去到嗰間精舍。成個地方死氣沉沉。佢推開啲生房門一睇，房間入面啲鞋同石像都喺度，被鋪都仲好整齊，但上面已經積咗厚厚一層層。佢行入佛堂，見到地下啲草俾人壓到平晒，明顯係有巨型生物喺度瞓過覺。牆上面仲掛住啲野豬同黑熊嘅殘肢，有啲仲烤熟咗一半。韋志東心諗，睇嚟啲傳聞真係冇錯，佢估計隻怪獸未咁快返嚟，於是喺附近劈咗一棵飯碗口咁粗嘅柏樹，削走啲枝葉當成一支大木棍。佢將門鎖好，再搬咗磚石，佛像喺門後面頂住。嗰晚月光照到好似白晝咁，半夜都未到。山上面突然傳嚟一陣腥風，一隻怪物拖住一隻鹿返到門口。佢見到大門被鎖住，發晒癲咁大叫，跟住用個頭瘋狂撞門，力大到連磚石佛都撞碎咗，整個人衝咗入嚟。韋志東一早等緊呢一刻，佢攞起支柏木棍，對準怪物個頭，用盡全身力氣一棍打落去，指怪物當場腦袋開花，死喺地上面。韋志東將屍體拖埋一邊，重新關好門。過咗一陣，第2隻怪物返嚟啦。佢見到另一半冇出嚟接佢，憤怒咁咆哮，又係用個頭去撞門，結果一樣。門一開，韋志東又係一棍打落去。呢對雌雄怪物就咁俾佢清咗門戶。天光之後，韋志東斬咗2個怪獸頭，拖埋隻鹿落山。段公見到之後嚇到呆咗，大讚佢真係當代周處。成條村嘅人都湧埋嚟睇，係人群入面行咗個道士出嚟，佢好恭敬咁向韋志東行禮，話：我有件事想求壯士幫手。韋志東話：我最中意幫人，你講啦。道士話：我係深山煉丹藥已經好多年，靈藥就快煉成，但最近經常有妖魔想衝入個洞度破壞，我需要一位剛烈之士幫我守住個洞口。如果煉成咗，我一定分翻啲藥俾你。韋志東覺得呢件事好有挑戰性，即刻答應。佢跟住道士去到太白山最高峰嘅石洞，道士叮囑佢：聽日5更時分，你就攞住把劍，企喺洞口，見到有怪物想入嚟，你就斬佢。到咗凌晨，果然有一條幾丈高嘅巨蛇爬過嚟，金口雪牙，噴埋啲毒霧。韋志東眼明手快，一劍斬落去，條蛇化成一陣輕煙散咗。過咗一陣，又見到一個生得好靚嘅女仔，手攞住荷花，慢慢行埋嚟。韋志東知佢係妖精，又係一劍揮過去，個女仔變成一團雲，消失咗。差唔多天光嘅時候，天上面突然傳嚟仙樂，有個老道士踩住彩雲，坐住仙鶴，後面跟住一大班隨從，排場好大。老道士同韋志東講：妖魔已經清晒啦，我徒弟粒丹藥就快成，我是特登嚟做見證嘅。老道士仲係天空讀咗首詩。韋志東一聽，覺得意境好高，心諗呢個一定係道士嘅師傅，
仙人降臨啊！於是佢放低把劍，跪喺地下行大禮。點知就係呢個時候，身後個山洞傳嚟一聲巨響，好似爆炸咁。韋志東衝入去一看，個藥鼎爆裂咗，入面啲靈藥全部飛散晒。原來頭先嗰個老道士都係妖魔變出嚟嘅最後一個幻象，目的就係要引韋志東分心，放低武器行禮，等妖氣可以趁虛而入。道士見到幾年嘅心血化為烏有，坐喺度痛哭。韋志東亦都好後悔，兩個人唯有用泉水洗下個鼎，將剩翻嗰少少藥水飲咗佢。聽講韋志東飲咗之後，成個人後生晒。後來佢去咗南岳，就冇人知佢去咗邊。至於嗰兩隻怪物嘅頭骨，到而家都仲放喺段公間屋度，成為咗一個傳說。鬼洞卷一故事錄。王氏女與妾搏命炭。當年喺巨鹿有個姓王嘅女仔，生得好靚，但係屋企好窮。童棍一個叫凌生嘅男人立咗佢做妾侍，點知凌生個老婆妒忌心極重。有一日佢趁老公出咗門口，竟然叫班下人將王氏成個人綁住，直接掟落深山谷底。王氏命不該絕，喺谷底死入生出。逃脫之後，佢改名換姓，去咗另一個郡做女導師，仲寫咗一篇長達1000幾字嘅《妾搏命炭》，記錄自己嘅冤屈。有一晚，凌生喺睡夢中見到王氏翻咗嚟，佢喺夢入面一路喊，一路訴說自己受過嘅苦。臨走之前，仲交咗一疊詩稿俾凌生。凌生嚇醒之後，一摸枕頭邊，竟然真係有一疊濕淋淋嘅詩稿，上面寫滿晒字。後來凌生個原配死咗，王氏先至可以重光翻到凌生身邊。呢篇《妾搏命炭》就係當年佢喺絕境寫落嘅血淚。當時佢孤身一人行喺荒山野嶺，寒風吹過枯枝，發出嘶嘶聲響，山路好似羊腸咁轉嚟轉去，一個唔小心就踩入咗長滿刺嘅荊棘叢。森林好密，月光只能夠斷斷續續咁照喺佢身上，成晚都聽到烏鴉喺度叫，貓頭鷹好似喺度笑佢，又好似喺度喊，狐狸圍住佢嚎叫，老鼠喺腳邊竄過。佢當時好驚，好驚會遇到虎狼，將佢生吞活剝。佢只能夠一路行，一路求個天保佑。諗翻起以前年少嘅時候，學彈箏，學吹笙，以為可以安穩過一生，點知到咗中年，竟然招嚟家禍。屋企嗰班女人個個都喺度講是非，主君聽唔明，察覺唔到真相，竟然就咁將佢趕走。以前兩個人幾咁恩愛，而家主君竟然變晒臉，將佢當成仇人咁樣。嗰班得寵嘅女人餐餐食肉，佢就只能夠食野菜。人哋住綾羅綢緞，佢就只能夠最粗麻布。佢不明白主君點會唔明佢嘅心。嗰班女人甚至想落毒害佢，只係因為佢哋想爭寵，就將佢逼上死路。佢喺野外露宿咗3年，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聞。佢大聲嗌爸爸媽媽，點解要生佢出嚟受苦？夢入面佢見到父母喊住叫佢唔好改初心，但一伸手，父母又消失咗。醒翻嘅時候，天啱啱亮，全身都係傷，又凍又餓。佢行到一間祠堂，入去拜祭古時嘅烈婦，遇到一個老尼姑，為佢占卜。卦象話而家係受損嘅時候，但只要意志堅定，終會見到神明。之後佢好似進入咗幻境，遇到仙人，飲咗仙酒，洗走咗身上嘅塵土同疲勞。佢甚至夢到自己去咗西王母嘅瑤台，西王母叫仙女彈琴，嗰種哀傷嘅聲，連仙人都聽到喊。害我憐憫佢，賜佢不死藥，但佢心入面最掛住嘅始終係主君。佢想將長生不老嘅藥獻俾主君，但連門都入唔到。佢喺夢入面同主君告別，佢話就算心碎咗，佢對主君嘅心依然好似鐵石咁堅硬。佢睇住門外嘅柳樹，牆上面嘅青苔，祠堂入面嘅鴛鴦，萬物都有情，
偏偏主君對佢最無情。佢對天發誓，如果佢有違忠孝，就叫雷霆劈死佢。佢最不屑嘅就係好似狐狸咁巧言令色去勾引男人。雖然世間常態都係咁，好似西施、虞姬都要受盡苦難，好似岳將軍父子都要受冤。佢寫完呢篇血書，字字都係相思淚。佢將血書捲好，想響條魚或者隻雁幫佢傳情，但係山高水遠，無人幫到佢。最後佢只能夠抱住膝頭入睡。夢入面，主君終於醒悟咗，伸手想拉佢翻去，但一陣夢又醒咗。佢睇住自己枯瘦如柴嘅身影，明白人生好短暫，傷心係醫唔好嘅。佢最後決定唔再等啦，佢要追求仙道，跟住仙女去遨遊四海，羅浮山、峨眉山，隨風而去。佢留低最後一句話：人喺逆境嘅時候一定要自得其樂，只要心係白嘅，邊個都抹唔黑。佢長嘯一聲，消失喺清泉白石之間，只留低呢篇淒美嘅切薄鳴嘆，響人間流傳。